后来，过来这件头咧咧一直飞手机5大事咯。台中一个国小5年的小男童对着安亲班参加游泳的活动，结果小男童伫咧深水区渡水，但是补习班的主任甲老师拢顾咧飞手机根本都无发现。现场4个救生员竟然嘛拢无注意到。虽然这个小男童尾也互救起来送病院，但是渡水拖8分钟，昏迷伤久，变成植物人咯。游泳池的业者甲补习班的老师，卡到业务过失同伤害罪，拢去互起诉。救护车赶到游泳池，查甫囡仔被送上车，安亲班的老师非常着急。囡仔被救起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，送病院了后虽然有恢复心跳，不过这脑部欠缺空气上久，煞真做植物人。东港安亲班的老师带14位学生囡仔到后里区公立游泳池耍水。老师伫咧岸顶离囡仔大约18公尺远，这囡仔伫咧深水区渡水啊！但是安亲班的老师甲主任竟然咧耍手机啊！现场4名救生员嘛无注意。所以迄个囡仔本身该受水，我唔知。等甲被救起来时已经过8分钟啊！检察官认为救生员疏忽无注意，2名安亲班的老师带14个囡仔到游泳池，嘛无符合监护人力1:3的规定。第一个时间点并没有及时发现，劝阻他进入。那或者是在溺水的第一个时间点也没有发现而加以救护，涉及业务过失重伤害罪嫌而提起公诉。虽然安亲班老师、救生员甲游泳池业者拢被起诉，但是这囡仔是厝内孤囝，即马煞变成植物人，家属心内疼，无法度形容。